主后2026年4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仰生命的模样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1章第10到第1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1章。我保罗、西拉甲提摩太写批互帖撒罗尼迦属被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愿恁得到稳定甲平安。阮时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，伫基督中不时想着恁。阮伫咱的父上帝面前少念恁靠信心所做的工，出于痛心的劳苦，甲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仰望所表现的坚忍。兄弟姊妹，阮知恁是上帝所疼、所拣选的，因为阮传福音去到恁遐，毋是只有用言语，嘛靠大能力甲圣神，以及对福音有完全的确信。照恁所知，阮伫恁中间的时，做人甚物款，拢是为着要互恁得到利益。佮恁有学阮，嘛有学主。虽然伫真侪苦难中，恁犹阁用圣神所赐的欢喜来领受信息。对安尼，恁诚做马其顿甲阿该亚全体信徒的模范。因为主的信息是对恁传出，毋但伫马其顿甲阿该亚，恁对上帝的信嘛传到逐所在，所以毋免阮阁讲甚物。因家己有讲起，阮伫恁遐的时，偌尔受恁欢迎，恁安怎离开偶像归向上帝，来侍奉活搁真的上帝。听候伊的囝对天来，以互耶稣对世人中搁活，来拯救咱脱离要来的审判。信仰生命的模样。保罗对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传道，因为当地人对福音反应热烈，就建立教会。但是教会才拄呾设立，就甲其他教会共款受到迫害。一寡毋愿相信的犹太人招致交流撞入接待保罗的信徒亚孙厝内，要掠保罗和西拉。因为保罗甲西拉已经离开，因就甲亚孙甲几位信徒掠到官府，用违反皇帝的谕令，讲是另外有一个王，名叫做耶稣的政治罪名，加以诬告。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了后，因为担心教会的状况，就派提摩太转去坚固信徒。伊也对提摩太得知，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并未因为受迫害就放弃信仰，犹原忠心坚持对主耶稣的信仰，努力把所信的道实践出来，也用痛心辛劳工作，坚守对耶稣基督的仰望。伫批信中，保罗表达为因感谢上帝，也确信因已经受上帝拣选。保罗强调，当初伊传福音的是根据对福音的确信，也倚靠圣神带领，毋是只有言语的讲论。但因虽然面对迫害，但是因为看见保罗过去伫因中间的生活模样，因毋简单愿意效法保罗，搁较愿意效法主耶稣。就算伫苦难中，因犹原伫圣神的喜乐中领受信息，活出信心，成做真侪教会的信仰模样。逐教会拢咧传讲因
当时安怎接待保罗，进而弃绝五常归向上帝、服侍主，坚定望主耶稣基督搁再来的见证。一个拄呾开设的教会，因着努力实践信仰，成做马其顿地区美好的信仰见证。简单因为因效法保罗对主耶稣的信仰模样。保罗互教会的信仰模样是，就算会面对挑战，依然凭着对上帝的信心，坚持传道。信仰生命的影响力，是互人伫逐种环境中，拢会当用上帝赏赐的力量继续前往。毋是只有靠言语讲述、财物理解，也是特殊经验来影响人。约翰福音书伫领导是一种生活方式册中，也提出同款的观念。伊指出，领导本质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毋是职位头衔。对别人影响的范畴，毋是决定伫角色也是职位，是自我本身甲心中定的目标。因为安尼，福音书提醒领导者爱好好回应天职的呼唤，才有资格伫别人生活中展现崇高重要的人际影响力。长教会伫台湾的历史上，之所以有影响力，正是因为有真侪牧长甲信徒，凭着对上帝的信、对人的疼、对土地的疼惜，甲对上帝国的望，伫生活中活出真理。因甘愿劳苦牺牲，简单为着互基督信仰成做改变的动力。因为安尼，因的生命模样也带来惊人的影响力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有甲所信的实践出来，用信仰生活的模样影响身躯边的人，或者是只是一心追求特殊的属灵经验甲祝福？我是毋是有甲所信的实践出来？用信仰生活的模样影响身躯边的人，或者是只是一心追求特殊的属灵经验甲祝福咧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看见保罗伫生活中甲信仰真理活出来，佮对教会带来深远的影响。求你帮助我看见更较侪信仰生命的模样，佮学习成做安尼的人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